復活節快樂！耶穌就復活咗一次，而我係復活咗5次。有好多人都問我係自然生定開刀生，我係全部都自然生嘅。咁而且咧，生仔對我嚟講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。我第一次係經歷咗超過24小時嘅陣痛，而之後越生咧係越痛嘅，因為生嗰個時間咧縮短咗，所以個痛苦亦都極度加劇咗。我第一次痛咗超過24小時冇喊過，到第5次我真係喊到抽筋。嗰種痛，就算我打咗無痛都冇辦法忍受到，因為我要剩翻少少力去屙佢出嚟，所以我都係仲係感受到。而呢5次咧，我都經歷咗近乎死亡嘅邊緣。頭嗰1、2、3次咧，打嗰支無痛分娩針係冇事嘅，但係之後第4、5次咧，我真係好驚，因為每次麻醉師都會同我講話，其實你一打落去咁粗支針打落骨度一定痛㗎。到第4、5次我打完之後，其實個後遺症好多，我條腰成日都好痛，所以呢啲經歷咧，每次都好似死過翻生咁。然後我每次生完，我都真係好感恩，原來自己都仲未死去。所以我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咧，同所有媽咪講，雖然有時候生完之後咧，復活完個仔又好曳，係咪？另外一半又可能做埋啲豬隊友嘅支持啦，就係講埋啲唔應該講嘅嘢咧，都唔緊要嘅，因為只有我哋咧可以真正感受到 BB 為我哋帶嚟嘅一啲感受啦。縱然係百感交集嘅，似我嘅小朋友咧係好反叛嘅，即係每一日都同佢鬥爭緊啦。而佢哋咧係最牽動到我情緒嘅。係因為佢哋咧，我學識咗堅強，因為為母則強，有好多嘢係就係得你可以處理到，而佢哋都令我學識點樣做一個好少少嘅媽咪啦，盡量就算幾嬲嘅時候，都喺佢哋角度諗咗先，了解到佢哋點解要咁做啊，之後先教導佢哋。呢樣嘢咧都係一直學習當中嘅，所以好想趁嘅機會咧，同所有媽咪講，我哋做得好好，亦都做得好叻啦，我哋都經歷過死亡嘅階段啦，再翻生到而家啦，即係教佢哋嘅當中，亦都有好多灰心嘅時候，唔使理另外一半講乜嘢㗎，因為咧佢哋永遠都感受唔到媽媽感受到嘅嘢。